地元素结合客家文化创作，是花莲璞石艺术馆的最大亮点。其中的客家印染就是向原住民学习，用当地的属狼作为染材，让华东客家多了生根在地的意义。手工染布的结果都不一样，时间多嘞，我们打开来之后都有很大的惊喜，所以我们都很期待时间多嘞。原本天穿日纪念女娲用五彩石头补天的故事，如今也加了创意，客家文化特色更加鲜明。不是用以前讲的女娲，是女娃娃，那就用客家的小女生啊，很卖力的呢，捡了桐花，采了桐花去补天，而不是用五彩石。除了典雅的印染作品，来到璞石艺术馆，还可以欣赏独特的璞石画作。采用火成岩作为创作素材，仿效大自然岩石解裂的特性入画，以石头为思考中心，注入客庄灵魂。这样的创作也把客家传统意象带进了另一个境界。这个就是那个客家小朋友在腌制那个酸菜的时候啊，这个是一个瓮，在上面采酸菜的一个情形。将已经没落的在地烟楼保存在璞石画作中，也留下对那些岁月的情感。现在虽然说已经渐渐的式微了，但是呢，他所拍下留下的那些影像，他就用那影像来作画。沉浸在艺术氛围里，游客还可以体验用石头作画，相信自己亲手打造独一无二的作品，将会是最美丽的回忆。上课喽！时間到誒，時間到誒，時間到誒。